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7下晡新闻，我是陈哲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国造厂水南海鲲号准备刷位测试，规只形体是搁在技工，不过上机密的引擎配拉意外是包安安。台北市的公共脚踏车优惠对2月28开始恢复前30分钟骑免钱，嘛拍算今年要搁买6000台。婚姻观众即食堂因为疫情关系改做送便当方式，即马要恢复用餐，鼓励时代出门运动，甲人交流。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咱台湾第一只国造厂水南海鲲号，今仔日特别刷柜准备测试。即马海鲲号的形体是搁在见光，会当看到有鱼雷发射管甲声音雷达等等。不过上届机密的引擎配拉，竟然是包甲安安，是看袂到。国防部长邱国正嘛，搁再表示，未赶伫咧5月20日总统就任进前完工交船。头一只国造舰南海鲲号刷出海冲抢，搁一届伫民众的面头前公开展示，放伫咧中信8号浦洞船厝，日期展开刷船的作业，拖去台船大船厝。搬刷的过程当中，海鲲号的外观是拢看现，包括外界好奇的鱼雷发射管、船体两边的升力、甲鱼雷有标空，拢看甲一清二楚。不过，机密的驾驶舱普罗佩亚也是包安安，不过也是吸引济军事迷去现场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特别，因为没有看过台湾是第一艘自制潜舰嘛，没有看过要裸体的潜舰，那一般潜舰都是泡在水面一半嘛。对。那看了之后感觉蛮特别的，很开心。那当然希望它顺利啊，就是整个测试过程啊都很顺利啊，然后可以就是照时程这样完成那个整个成军的过程。真拄好的是，海鲲号伫搬刷的过程当中，还佫甲当咧做的舰舰救难舰、内部军舰做伙出现。也若海鲲号就位了后，按照2倍会进行洗水的作业，由台船方式派人实时洗水，才会当进行后续休港的测试，也佫有准备做碳气试验等等的项目。海鲲号成做蔡总统任内上界重要的国南国造项目之一，敢会当赶伫5日空进前完成海顶测试，而且完工。国防部长邱国正做出回应：大家完全按照进度在走。这个我们以安全为主啊，我们并没有想预设哪一天完工，在测试完以后没问题，海上测试，然后呢再交军。针对5日空6000条就要就任，国军的高层可能会有变动。传出邱国正会甲蔡总统同进退，办公室部分的物件已经整理好势。针对这点，邱国正表示，伊未做任何的猜测，无接到通知进前，未有任何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中国船并船两死案件，即马有风声讲金门检方要用过失致死来甲办。海委会主委关佩玲是表示，用过失来甲办，就代表唔是故意的，一切就等待司法调查。也伊嘛搁再强调，昨又搁有中国的海警船过来金门，批评中国又搁咧政治操作。中国快艇外界并船造成2个人死亡案件已经进入第13天，海巡署纪律员甲中国方面的监督代表协商拢无共识。这么传讲金门地检署调向过失致死罪方向来侦办。对于海巡是不是执法过当，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二七讲，愿意接受检视。等待检方查明真相。因为是过失嘛，就表示不是故意嘛，我们是愿意接受检视哈。那我也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等待检察官检视的结果。有1艘是进来禁止水域，有4艘是进来限制水域，进来的时间不长哈。钓鱼台的模式，我们是非常不愿意接受。关碧玲也证实，日后如果有中国的海警船只进入金门的禁止海域，讲中国方面的动作政治性正悬，想要宣示主权，无法度接受中国把钓起来模式带到金厦海域。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相关动态政府拢有掌握，如果再加强处理措施，按照 SOP 去管。金门、马祖这几个地方外离岛啊，它禁限制水域，像原则4000、6000，但它有些边缘是比较远、比较近，它只要没有靠我们地面部队会造成威胁。那么其他海军在处理我们不再做额外就做什么表达。
面对今夏海域的情势升悬，国防部长柯国正讲，政备规定正清楚，若是无威胁到地面部队，国军是袂介入。中心无希望发生任何作战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长陈建仁今去到立法院备询，有立委问到讲，美国已经开始咧检讨香港经贸办准费的问题，要求咱爱提早应用。陈建仁是回应讲，详细拢有咧注意。另外，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也要求检察官的助理法制化。陈建仁是答应讲，5月20之前会将草案送入去到国会。行政院长陈建仁日前去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甲总质询，民进党立委吴秉瑞讲到香港金融地位伫反送中了后有明显的改变。美国国会已经开始检讨香港3个经贸办事处准费的问题，要求行政单位量早因应可能的变局。还佫讲到未来港票若袂当换美金，敢要考虑港票嘛袂当直接换新台票。你有做任何的防火的设施，做这方面检讨的准备吗？我们有密切在关注这个整个情势的发展。确实，港澳在中国化之后呢，渐渐的失去了它在政治、经济甚至在贸易上面的这个地位。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表示，银行、保险证券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慢慢降低，尤其银行对香港保险，在国际保险当中降低到第5。因那民众党立委黄珊珊质疑讲，电信诈欺案的数量伫咧3年内成长360%，互检察署认定负担真重。政府连续2年便预算聘用检察官助理，应该是要赶紧把制度入法。我们来开相关的学者专家的研议。您的看守时间到520，您能不能在你任期内把这个案子送到立法院来？可以。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法院组织法是司法院主管的法规，会受到司法院去签到。只要委员有提案，就会赶紧来配合甲支持。因那苏丹红番茄粉的事件还咧滚价，民众党立委魏玉珍批评是按5环已经系统性失灵。陈建仁强调讲，该查就查，该禁就禁，该罚就罚，会确保民众是安尼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互民进党提名做不分区立委的罕见病律师陈俊翰，伫咧过年期间，因为感冒所引起的并发症来过身。今仔早起伫咧新竹举办公祭，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拢有来致意，现场嘛有真侪亲友来参加，来送陈俊翰最后一段路。上香。上香献花已经过身的罕病律师陈俊翰，春节期间因为感冒并发症过身，享年40岁。日前早起举行公祭仪式，总统蔡英文到场致哀。君翰说过，台湾是我的国家，希望为他做更多的事。对于君翰的离世，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难过、不舍，这是台湾社会巨大的损失。赠褒扬令。将褒扬令颁予家属，蔡英文感谢陈俊翰长期为弱势团体努力发声，会永远怀念。那副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等人，拢去现场致哀。赖清德强调，陈俊翰推动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罕病用药扩大给付等法案政策，未来会继续实践。更加感谢陈俊翰母亲的陪伴甲照顾。和民进党团队会一一落实俊翰的理想。俊翰的妈妈对俊翰的爱，足以为社会新的典范。俊翰对社会改革和身障者保障权利的促进有着远大的理想。他的离世是我们巨大的损失，我们伤透并深沉的哀悼。陈俊翰学者杨梅交大教授林志杰，大卫拢托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法学院长的杜业文，回忆学术甲理想的一寡代志。佮表示，伊的过身是真大损失，会永远记咧。公祭现场虽然落雨，也毋过要是有未少政要甲亲友出席，要陪伴陈俊翰行完人生最后一程。记者综合报道。牵涉到真侪官司的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荣，去年弃保监督已经受到通缉。
即马有风声讲，一人伫中国已经放掠到，不过中国迄边是也无回应。央昨检方又搁调来自国营的秘书，等技术协助伊逃亡的9个人来问过。依照日出国甲移民法定罪，以10万至100万交保。你有帮助朱国龙啊？你有话要说？规身躯包白板，互刑警局提传到地检署。这回被新闻成为检方发现，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营会当顺利走出国，敢若是甲伊有关系。你们是受多少头做这件事情？船长的2个后生做船员，也敢若有斗相共协助朱国营坐游艇逃亡。伫检方核实了，船长30万交保，船长的2个后生分别拢10万块交保。抓真侪现金，半边办交保。朱国营姓詹的秘书因外头加面5条的，由亲友陪同赶紧离开。检方立6大动作所查，团员甲具体9个人到案，就是要查清楚朱国营是安怎逃走的，即马人藏伫咧倒位。除了姓詹的秘书60万交保，朱国营查某朋友一家伙仔，包括查某朋友的爸母甲大兄，分别是20到100万交保。因若伊信任的查某朋友，抑个月外籍翁婿，一个人80万交保，另外一个是限制出境出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这几件案件是朱国营涉及到炒股票、内山交易等弊案，官司早被判，去年9月就起报5起，走到国外去。即马迄人藏伫咧岛，讲法真侪种。北团讲伊伫中国被抓。如果报道讲，伊伫太平洋岛国万纳度，敢若是互人软禁。咱刑事局表示，已经透过管道向几类国家查证，即马也未得到回应。中国方面也依他无回。朱国营被列做重大外逃犯，护照已经被注销。这回检方审问几位被告，全来是调向出入境甲移民法来侦办。透过几条线索要找人，赶紧甲人抓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积电伫咧日本的库马莫多设厂，日本的媒体报道，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昨已经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过面，表明未来会继续甲日本合作，打造半导体供应链。咱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咱台湾嘛会大力合作，甲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留伫台湾。台积电商品一厂开幕，昨来日本政府预告宣布，会补助台积电商品二厂相关7320亿日元，是即马科技业正热门的话题。日本媒体报道讲，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26伫咧首相官舍，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刘德音伫咧会后表示，将会甲日本政府合作，伫九州建造半导体供应链。对此，咱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讲，对双边产业合作是加分。台积电因为客户的这样的需求，那做一个全球的布局，那能够得到对当地政府的一个补助哈，那这个我们也是乐观其成。那毕竟台日之间的产业的合作是对这样也会有加分的效果。刘德音讲，希望会让对日本的半导体革新提供援助。王美花表示乐观其成。政府也斗相共，台积电伫台湾先进制程策略使用地。因为台积电伫全世界布局，除了日本，也有美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6伫咧演讲时阵也讲到台积电。What TSMC is contemplating doing in Arizona is path breaking. And they are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re grateful that they're doing that, and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it's successful. 雷蒙多表示，2030年之前，美国将会生产全世界20%的先进晶片。所以也答应讲，会确保台积电也伫桑拿厂的成功，尤其伫咧晶片法案通过了，将会当改变美国现主时的状况。希望先进晶片的制程，包括研发、制造加先进封装，拢伫咧美国做。记者综合报道。若个讲到2个月前，高中学生互人挂暗棍死亡案件，互外界是更加关心学校的安全问题。理论联盟就指出，去年高中及以下学校平均每天都72件的暴力事件来发生，有超过1/4的学生无认为学校是安全的所在。
新北市高中省校共校的学生夜刀攻击不幸死亡，互各界惊到烦恼校园安全有警报。根据教育部统计，去年校园暴力事件甲偏差行为有26442件，比前一年加1万件，平均每天发生72件。理学联盟的调查更加显示，李校无认为伫学校是安全的，有超过1/4。我是在国中的时候目睹到班上有暴力的事件。那我在9年级的时候有听说他已经就是被班上男生打到头，需要去医院缝针。理学联盟举办校园暴力防治记者会，邀请专家代表。小华讲，迄时阵正希望班导师会当更较关心受暴力的学生，长期关心理校心理健康的医生，但即采是希望为有方面做起。甲15个医生翻译世界卫生组织的校园暴力防治实不手册，希望互校园更较实在全面的指引。受伤本身它就是一个引起共同的一个集体的恐惧。那在恐惧的时候，你其实没办法，你的大脑就像恋爱脑这样，只能进入情绪脑的思考。也许我们需要先想过这个议题，这时候我们才不会只用冲动或本能去因应。学校校长强调，面对暴力事件，互老师支持真重要。手册会提供较好的应用方法。没有透过使用手册给老师工具方法，老师不断的往后退，那多可怕！那是一个负向的回馈。教育部官员表示，针对校园暴力已经进行相关法规修正，检讨现行机制，接下来嘛加速情报辅导的量能，以国小做例。原本规划120学年度，甲所有全职教师补齐，拍拼提早到116学年度达成。记者林建文吴家宝台北报道。讲到即卖诈骗案件是愈来愈多，包括5号案等诈骗案的自救会成员，今仔是去到总统府头前抗议，搁再去到立法院参加公听会，希望公部门会当加强立法，严格执法，莫互台湾成做诈骗之岛。虽然6号天气不冷，包括5号案、2号案等重大诈骗案件自救会成员到总统府外口抗议，表达对公部门面对诈欺案件强要集体责任的不满。因也到立法院参加公听会，讲到因被骗的经过，这就是 IMB 诈骗案件迄金高达90亿。虽然主嫌犯即马被起诉，不过因是找无人赔。光我们 IMB 案统计的话，就有5000多名的受害者，因为它是一个网络大型 P2P 诈骗，而且还有参加台北金融展。对他们来说，判刑根本不痛不痒的。他们出狱之后，就有90亿的资金可以花。一个迄金221个5号案。全台湾初步估计有17000人受害，主嫌犯但筹备一审被依照银行法判10年半。不过被害人认为司法程序伤过慢，希望会当加紧诉讼的程序，还因一个公道。希望检调成立一个类似金融打诈的特侦队、特侦组，这样的话就不会每个单位就他踢给他，他踢给他，他踢给他。对不对？面对诈骗案件一直发生，学者建议将有打击诈骗备培书，并且制定电信网络诈骗防治法等专法，严厉执法。我要呼应的是，打诈白皮书很重要，你每人要1本你就知道你政府的作为是什么，你投入多少资源嘛。把加害、被害类型全部把它表现出来。民进党立委批评，公部门伫咧面对诈骗案件，强要集体责任，认为伫咧第三方支付、网络银行等方面的监管力度，抑个有待加强。参加会议包括检警、NCC 抑个金管会等单位，拢强调会伫咧管制加执法上努力，积极侦查这款重大诈骗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公共脚踏车 U-Bike 对2月28开始，搁要恢复做前30分钟骑免钱。外面将是颠倒的行这车会愈来愈歹招。市长周万安是表示，今年会拍算搁要6000台车，卖增加人数检讨调度，尽量让大家拢少会到。U-Bike 的站点真多，做就真方便，真侪民众拢真介意骑。台北市长周万安亲自宣布 ，U-Bike 又有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将会自2月28开始。有民众讲以后会考虑骑脚踏车，不过也让担心借袂到车的情形会更加严重。有可能这边会比较严重，
走人比较多的地方。1个月1、2次会遇到租借站没有车可以借。像我如果这边要到象山，其实也蛮近的，可是走路又有一点距离。那如果有能够骑一个脚踏车的话，也蛮好的。为着做到2030台北市减碳40%，一个绿能运输使用率70%的目标，有8个夜间部启动扩建规模的计划。因那民众担心无车通借的情形，蒋万安讲会扩建规模加量能，也继续监管每一个站点做借的情形。车辆的增加，在今年我们就会增加6000辆，公馆附近这边的建车率，有时候会不到90%，所以这都是我们接下来增车会优先投放的站点。台北市政府这边跟我们有建立一个监测平台，针对场站做逐站的建设率的监测。到2月28号为止，我们的人力的部分在台北市是266位。针对前台北市长郭文铁批评，有8个当初的设计是希望交通使用，不是休闲使用。若是蒋市府要解释前30分钟免费，一定要有一个政治论述。蒋万安回应讲，每一项政策在咧推出的时阵，拢有政治的目的。节能减碳是即马全世界趋势，台北市更加应该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丰原一栋4层楼悬的透天，惊半暝火烧，相对是对内底救出7个人，其中有3个受伤送医。经消息表示，因为这1楼有咧做家庭加工，加在是有装警报器，才无造成严重的伤亡。这事故的原因搁要调查。透天厝1楼就火烧，火势真猛，直直唱高音。2楼到3楼有7个人掉伫内底，消防人员到场也看到有人在一手法救命。消防局出动抢救，破坏天窗仔门，甲掉伫2楼的2个人，甲掉伫3楼的5个人拢救出来，有3个人互因砸到甲小烫伤，互人送医抢救。3个患者内面有一个48岁查某人，全身躯15%的2度小烫伤，甲75%1度小烫伤，目前也伫咧加护病房治疗。伫咧台中丰原这栋4层楼悬的透天厝，日半暝3点外发生火灾，1楼的小型摩达伫新加工厂熊熊着火，清出高烟。我以为是讲春的，到最后闻到一个臭的味道吼，我说这样就不一样了，拢是咱机械保养的油啦。警消表示，赶到场的时，1楼火势猛个呛烟，因为4家拢顶物件真恶救援。然后3楼部分，我们也有那个引梯车，也有升梯将那个外面的窗户破坏掉，然后该5名的话，就是都从那个我们得以让我们消防人员进入。警消事后发现，透天厝1、2楼拢有装警报器，所以无严重的伤亡。若着火的原因，也搁要进一步调查。记者台中报道。台南南区滨海公路西边的风景美丽，不过最近几年，所有部分的渔群拢开始咧设太阳光电。目前阁尚无3间渔电共生工厂当咧施工，在地就团体发起守护红树林行动，希望卖个同意光电开发案。相关的单位是表示未来会严格审查。透过3年前为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第17线滨海公路边仔的一大片水域，有真侪怪手当咧吞吐。一直到即马，渔电厂起几排，目前附近阁有3大渔电厂当咧施工，阁有真侪渔员已经吞平啊。环团认为破坏环境起渔电厂毋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你把原来的碳汇都切断了，然后再来做所谓的绿能发电，其实这个好像不太对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大面积水域本来有滞洪功能、有防灾功能、有碳汇功能，你应该要养鱼的鱼塭，现在却变成了光电厂，而且是填起来。这个地点我近滨海公路4颗位啊，有红树林含4公里长的黄金海花，嘛是真侪鸟仔类的生态地。这伫高发电城市当中是真罕的看景地。环团烦恼未来渔电继续增加会冲击生态，未竟不在。对此，有议员提案建议未来卖个核准渔电案。绿能案件于经发局申请后，涉及农渔业容许的部分农业局将会依相关规定来落实严格来审查。
希望都像台61线国际同款，以西并做生态热区，袂当设置供电。不过台南市经发局表示，会要求业者、甲款团、各民众的需求加入计划内底。伫附近的社区做好隔离甲防护规划，卖严格来审查。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考大学的学测今公布分数，国文科的分数是甲去年差不多。数学 A 的满积分有1333人，数学 B 的满积分比去年佮减少要500人。因正前数学 A 考试，做下高中的考场有提早1分钟共钟，提早收工，有56个人受到影响，会当佮加1级分。今年学测有12万172人来报考，国文甲英文有9.96%考生来选考。国文5标甲去年完全同款，15级分满积分有2970人。英文的5标甲去年差不多，满积分3677人，是满积分人上侪的科目。积分分配是均匀的，相当符合我们的测验目标。社会甲自然5标甲去年来比是增加也是同款。讲是最近3年上困难的数学比，顶标12甲去年同款，前标甲均标9级分甲6级分，拢比去年减少1级分，满积分1278人，比去年减少458人。若是数学 A， 顶标12级分，前标10级分，比去年提悬1级分，满积分有1333人。其实比前2年明显平缓。那显示我们的积分分配是较为均匀。大考中心表示，数学 A 经过近2年的风波，积分分布较稳定。另外，今年数学 A 的考试，左营高中考场因为结束铃声提前1分钟，学生提早收工。大考中心表示，有1065人完试的分数补0.01分到0.49分，换算积分56人提悬1级分。积分异动的范围从6到14级分异动到7至15级分。虽然调整完试的分数无济，敢若56位考生积分加1级分，也毋过有考生为14级分变做15个满积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这考大学到底是要选学校，也是选科系？日立银行是公布2024年企业上届大学调查，台湾大学同款是咧排伫咧第1名，也阳明交通大学是排伫咧第2。私立大学内底，淡江、辅仁甲东海，究竟是甲前3名占条条。113学测今仔日放榜，考生无用咧查成绩的时阵，嘛开始进行后一个阶段入学的准备。日立银行甲大学帮合作，做2024企业上介意大学的调查。公立一般大学的排名，台湾大学要是工课场排名表现第1名，阳明交通大学比去年进步1名，以第2名得到企业的肯定。成大排第3，政大第4。也若私立一般大学的排名，淡江、辅仁、东海要是包前3名，是徛较真在。无论是什么科系毕业的学生，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跟程式语言，以及永续发展这2个，我们把它列入在通识课程的这个必修的学分。在公立科技大学的部分，由大科大连霸摕头名，高雄科技大学排第2，辅仁科技大学排第3。私立科大排名的部分，地理科技大学要是摕头名，明新科技大学进步1名，摕到第2名。毕业证书要加上它的竞赛，比如有国际竞赛，比如说有全国的竞赛，那这样子的话，它的毕业证书就加值了。日立银行表示，这项调查针对有选材、用材权力的企业负责人、主管甲人资做调查。调查的项目包括整体表现的排名、公私立大学排名、公私立科技大学排名，也有18学群的排名。多方位的技能其实是现在跨领域的这个所谓的企业是最喜欢的，等于是说你是一个多边形的展示。那进一步以整体排名来看，是由成大摕头名。也若今年进入10强，摕到第8名的台湾师范大学，国际化是因增强的项目。我们从传统的注重这个师资培育的大学，已经变成说在理科、工科、管理等等方面都非常完备的大学。那这当然也是让学生有更多在职场上就业的机会。
日立银行表示，为结果看会出来会当有才调解决问题，是头家上界注重的能力。建议学生爱把握大学校园的生活，专项为学习，而且为生活点点滴滴培养处理代志的能力，扩充软实力、甲硬实力，进入工课场才会当充分发挥就业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国健署统计，个人因为心血管相关的病症死亡几率是大大超过肺癌甲肝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油。平均每7分半钟都有一个人因为这三高死亡。尤其是若是高血油阁唔控制，恐惊阁会引起心肌塌死。受到强烈大量冷气团的影响，27拜日本岛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山湾，敢若10.3度。这款寒湿时的天气，都会严防心血管疾病发作、雄雄死亡的情形。40岁陈先生是上班族，本身有血油较悬的问题，不过伊煞无咧要医。伊直到去年某一天运动了后，雄雄开喘不起来，那后痛，去病院做检查，才知影讲是血压造成心肌梗塌。紧急手术了后，到3期间才救回来。那我是会喉咙痛，那。如果这个情况再持续、再激烈运动的话，那我会有类似像胸闷的这个症状。国健署表示，民众因为心血管相关疾病死亡率是大大超过肺癌甲肝癌，造成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主要都是三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讲，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油后续得到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是1.8倍、1.5倍甲1.4倍。三高死亡的时间是7分34秒，比癌症死亡的时间是行更较紧。血中的浓度过高的时候，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里面，那也因而造成所谓的动脉粥状硬化。那就会造成血管的质变，还有堵塞的状况。我国的成年人大概有40%都有高血脂的状况，可是大概只有2%的人就医，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有多少人其实是在危险而不自知。医师强调讲，高血油是造成动脉塌起来、甲硬化主要的因素。国健署目前提供40岁以上的民众每3年1届定期的健康检查，会当了解家己三高的情形。另外，嘛爱解分来改善血油各样的问题。若出现胸坎扎扎、胸坎痛、喘气困难等等心肌梗塌的报头，都一定要赶紧给医生看，避免造成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有不少人因为食无正常压力大等因素，拢有易扯酸的问题。不过有医师发现，有的人就算讲食饱了，无马上去倒，嘛无咧食甜的，问题犹原是无改善。查到最后才知影，原来是姿势不良所造成的。那食早顿，那耍手机啊，真侪人伫咧食饭的时阵，拢会看手机啊，头无注意就一直向前伸出去，姿势愈来愈无正。可能很胀啊，然后回想起来再伸展一下。有时候就是真的坐太久了，然后就马上还是继续坐在那边滑手机的话，好像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就胃肠科的医生收一位30几岁女性的个案，因为一车酸来看医生，食药了效果无好，一直回诊。要医生追踪发现。伊食3顿时阵，拢哪食哪耍手机啊，食煞了一个继续耍，造成颔骨内肌肉正红，出现上交叉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骨的颔骨啊。因为姿势无好，去对着腹肚，造成消化不良。经过改善姿势了，佮合并食一车酸的药啊，2礼拜了就有改善。不典型的可能像慢性的喉咙感觉怪怪的咳嗽、沙哑，或是有一些牙齿敏感的症状。那如果都忽略不管的话，长期下来食道上慢性的发炎是有那个食道癌的风险。医生讲，一车酸的患者食饭了要特别注意姿势，也较莫穿伤暗的衫去对着腹肚。患者除了食药啊以外，也尽量莫食甜的、酸的或者是咸的口味，还有含咖啡因的饮料。伫咧困之前2-3点钟，上好是莫食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到匈牙利的国会昨是总算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和瑞典正做北约第32个成员国。今仔这会使加入北约其中上大的关键，就是因甲匈牙利已经达成国防军事的相关协议。匈牙利国会投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請，超過18個月拖延到安尼結束。Sverige lämnar nu 200 år av neutralitet och alliansfrihet bakom oss.
Det är ett stort steg. 要加入北约需要全部32成员国点头。匈牙利总理奥班伫投票之前对国会议员表示，瑞典甲匈牙利的军事合作，甲瑞典加入北约，强化匈牙利的安全。领导右派政党青年民主党的奥班甲俄罗斯的关系密切，但对瑞典政客批评表示不满。It's less clear why Hungary opposed Sweden's bid, but it's probably related to criticism by Swedish politicians of Hungary's democratic record under Prime Minister Viktor Orban. 瑞典顶个月经过讨论期点头了后，就存说服匈牙利这最后一里路，因为某些共款拢是甲军事有关系。关键伫23，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去布达佩斯甲匈牙利总理奥班会面时后，2个人宣布达成一项国防工业协议，其中包括匈牙利会买4架瑞典制造的 JAS-39赛球战斗机，所落来申请案签署成效，瑞典会正式受邀加入北约，加做伫芬兰了后的第32个成员国。最近2个生活加入，也加做这个军事联盟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东欧以来上重要的扩张，也带来军备主管。公司新闻为连编译。那讲到2月21，顶礼拜3是世界母语日，文化部拜六伫咧台北华山文创园区有办一场台语 flow 新歌节，现场台语节节表演。不过有母语家庭看煞是真失望，批评有一寡演出台语的比例无到5成，阁有踢笑台湾腔讲华语的剧情。文化部嘛向大众来回释咧，表示未来会加强要求台语内容的品质。那么高，哎呀！你们再不赶快给姑婆我开门！顶礼拜六伫台北有一场台语生活节，互人批评有剧团多数用华语演好歌播，互一寡带囡仔来看台语表演的母语家庭感觉真失望。带我囡仔来，做伙去接受这个世界讲台语的人，其实嘛是足济，但是顶悬的表演拢是华语，就足奇怪。文化部伫华山文创园区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有唱台语歌，也有剧场表演。有母语团体指出，有的剧团演出的台语比例无到5成，甚至有踢笑台湾腔华语的剧情，这是欠缺推广母语和语言平权的意识，而且摕台语主流化经费所做出安尼的成果，因认为文化部伫咧品质的监督有疏失。国家即马拨经费要来做即个语言的复兴，都是爱拍破过去的刻板印象，爱提升咱的，就是爱去，互即个语言平权，做甲较好咧。但是若是剧团搁继续用过去唔对的方式来互囡仔认捌即个语言，安尼其实对即个语言是伤害。网络顶侪关心母语推广的民众嘛，希望文化部应该爱对表演的内容有要求。文化部针对即届资料无够的部分，向民众回示咧，讲未来会加强要求台语内容的品质。我阵也要邀请本来无咧讲台语的这个团体，因开始来练习台语，这是一步50%、60%，啊，甲100%。那个阵来伫个安排母语生活节的活动的时阵，实在应该是爱100%的台语才对啦。吼，啊，这部分阮今年做了无够好的所在，啊，真嘛是讲，搁再一次的甲大家讲抱歉安尼。文化部嘛表示，未来会继续鼓励更较侪团体做伙来参与台语的创作。嘛讲明年这个台语 flow 生活节会继续办落去，做到社会大众毋忘的文化意识和全台语演出。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到桃园的龙潭有一个细腻的查某人，正有咧四处饲流浪猫甲流浪狗。不过即马做狗期啊，就讲要搬走，拢总无爱饲，嘛无爱清，造成这规间厝拢是动物的尸体甲粪扫。动保处嘛表示，会依照违反动保法来甲上班。这间厝内底外口是焦焦粪扫、垃圾离落，规个稀稀灰灰。一个细腻的查某人，5年前伫龙潭租这间透天。伫内底饲猫饲狗，因为无力出租，而且客用嘛到期，厝主将小姐无法度联络到伊，就向警方报案。警方到现场了后，发现几啊具狗甲猫的尸体，就随通报主管机关动保处去现场处理。他养到那个3楼上面，都死掉了。他跟人家租的，他现在要搬走。水电都全部都停了，因为他3个多月没有缴电费。我拿手电筒照才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看到狗的头跟就是狗的身体。我才吓到说，就是原来里面是有狗的尸体，然后才在桌上跟其他地方陆续看到很多猫狗的尸体。
动保处的人员伫现场发现至少有20具猫甲狗的尸体，确认内底无遐活的等待救援的动物了后，找到16具较完整狗甲猫的遗体，再登去动保处做后续的调查。后续将会与解剖兽医师去进行研析判断，那也会请当事人及相关的一些关系人到本处进行说明。针对这件大量狗甲猫哪像受到虐待案件，动保处表示，这个姓李的查某人违反动保法的情形可能真严重，一定要严格来调查这些动物死亡的原因。专案会以违反动物保护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若是挑工虐待动物致死死亡，相当会当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至5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第一个用画圆圈啊，就设伫咧高雄的文兴三路甲广西路口，目的就是要来用飘线来引导车流，减少车祸。目前嘛有请警方伫咧现场指挥，不过民众敢若是拢无管事，也是有机车会无照指示乌白弯。来到高雄市文怀三路甲广西路口，这个路口是当地有名的车祸热点，你就讲几乎逐天出车祸。机车都没有减速慢行嘛，没有减速造成车祸的机会蛮多，经常天天都有听到车祸的声音啊。原来这个路口道路呈现放射状，详细算有5个路口，乌多曼啊向正弯倒弯，对向的车辆袂负反应，就会弄掉。因为当地无车红灯，是否可能设车红灯无一定更较方便，决定要采用圆圈式减少着冲突点，互共向道路以逆时针的方向并入圆圈，还佫回出，避免着弄掉的几率。会有点类似像戴安全帽，一开始使用安全帽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去违规不去戴嘛。那当然这种东西久了以后，它变成一种习惯之后，我相信这里的交通会有所改变。民众认为这会当降低着当地的车祸，不过嘛讲，若是有人故意无爱遵守，嘛无法度。市府强调，初步会有义交，还是交通警察伫遮指挥。初期还是先透过指挥引导啦。那我昨天也到现场去观察，还是有部分的汽机车的，尤其是机车的车主比较不熟。避免伫暗时看袂清楚，市府嘛回应伫圆圈中心点会装指示灯，还佫有反光的软直管，进入圆圈进前嘛有提醒。不过现场观察，也是看到真侪行倒摆的人，无看到涂骹行车指示方向，游玩随意来转弯。记者王刘田台很困个报道。讲到婚姻馆推动中正食堂，正前因为疫情来停办，目前嘛改做送便当的方式。即马县府希望维持做伙出来食共餐的原则，鼓励这个厝内的时代加出门运动，甲人交流，才会当互这项社会福利真正有意义。时间一个到，时代排队来食中昼顿。为了照顾文林县内的时代，县政府对6当前推动中清食堂，目前已经推动169位，供应14000外的时代中昼顿。不过进前因为疫情停办，后来疫情转好了后，是以便当也是送餐的方式。不过即马县政府希望会当恢复共餐。县政府人讲一定爱倒来食，阮会配合县政府。啊，可是讲无应该是阮伫遮。你翕了，阮都提灯厝上噶，阮提灯厝食，阮较袂大家互去感染到啦。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要聚在一起是很好了哈。可是啊，如果有人感冒了哈，或是有一些流行性感冒的话哈，这样的话哈，对我们全体的话哈，尤其是老人家哈，一个传过一个，一个传过一个哈。最近社会处希望中清食堂恢复共餐，不过有的社区要求时代爱签到，才会当维持用餐的资格，引起大家反弹。社会处表示，主要是希望这项政策会当互时代加行出去户外。其实长青食堂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需要共餐？因为我们希望它可以走出家门，那促进它的一个长辈的社会参与，那能够就是延缓它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现象。社会处表示，最近积极辅导社区尽量会当恢复到疫情进前共餐的习惯，不过不是严格规定。若准时大感冒、行动不便，会依次送餐的服务。而且真侪社区透过关怀据点办活动，鼓励时代转到社区做伙食饭，安尼社会福利更较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美仑溪边树啊是生了真旺，有部分的民众就认为爱定期修剪。不过县府是表示，因为这个所在是国家第1级保育类必保重要生态地，若去剪树啊，恐惊会影响到生态，且民众都要共同体谅。
这是花莲市区美仑溪往出海口的爆发，步道边啊山坡顶树啊生甲正白，有民众投讲看袂清楚，要求修剪。不过这也是胡佛这种密保重要的车地，过度的人为干扰会影响人的生存。这个地方将近有50只的胡佛在出没，那也很感谢这些胡佛选择在花莲。那在修剪树木的过程里面，一定要谨慎跟小心。那如果随意修剪，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生态跟栖息。台湾胡佛这种密保是濒临绝种的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全台湾只有260只，其中花莲就50只，包括住伫美仑溪边北滨公园，也有附近的学校。关府甲美仑溪出海口列在立即海华保育区。县府这2年其实也特别针对树木修剪这件事情去做教育训练，不要过度修剪。那一个是保护树木健康，一个同时也维护台湾胡佛它的栖地的完整。负责生态调查的团队讲，美仑溪边食物真多，规年冬天拢会人记录到胡佛。伫台湾本岛也只敢伫咧花莲市会当看到，免怎珍惜，互人甲密保会当共存，是即马大家爱注意讨论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对去年5月开始，伫咧新城溪有咧做疏通工程，不过环团是建议爱拆掉部分的爆花，加设鱼仔腿，帮助鱼仔回球。相关单位是表示会搁评估设置。伫新城溪河川带着真侪关键的议题，是县政府办理疏浚工程，要互水流稳定时做的。也毋过议题限制水路加强水流对河川的冲洗，造成明显侵蚀，产生落差互溪溪，真歹收到水量丰富的水头洗涤河川。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土堤尽早都把它撤掉，然后让下一次大水来的时候，它有机会自己再摆荡，再把它这个河修复回来。县政府疏浚工程去年12月完成，环境记录者建议，县府会当量窄铁土围堤，互河川伫洪水期的时会当尽速恢复。应该会朝向这个部分，让这个土堤把它整平。是，对啊，但是我们就不要让它有土堤的功能出现了哈，就把它恢复，那没问题，我们会配合办理。县政府答应协助移除部分围堤，也毋过新城溪河床，自来水公司用来查水的更帮起啦，甲县府为着维护河防安全，施作的过程中也防周围的影响河川生态有环团建议，降低更帮起来的管道伫过程中设鱼推协助相互回游。自来水公司他们为了取水所设置的钢板桩的部分，那我们会跟自来水公司反映把环团的这些意见能够再做一个评估。那至于说固船工的部分也是哈，那如果在不影响整个河岸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固船工的部分我们会做适当的一个评估跟处置。即马是曾经实际农业用水需求增加，农田水利署正向为因储水作业。虽然老人的缺口河水会当到水尾，不过新城溪也是出现断流情形。面对气候变迁，安怎兼顾用水需求甲生态，继续考验公部门的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行政院过去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是政府公告的不记规矩。昨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身启动不记规矩标示系统，文化部嘛伫咧国家人权博物馆启用标示，希望透过解说，让大众对生活当中开始认识规范历史，甲政治受难的故事，避免悲剧搁再发生。正式揭牌，3、2、1。政治受难者甲家属下晡来到国家人权博物馆经纬园区启用不记遗址标识系统。文化部为着要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自威权统治时代保留到今的不记遗址甲当时的历史，所以启用这款标识，希望会当带动社会对历史的记忆和反省。其实这段大家已经可能没有真正所感受的历史过程，但是它却在我们的生命血液当中，其实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一直认为这样子的不能遗忘、不能忘记的工程，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世代沟通的一个工程。所以我想揭示揭露的系统是我们一个最基础的工作。文化部嘛表示，说来会伫咧各地来推动不记遗址的标识。原来政治受难者陈kim生和姚嘉文拢表示肯定，嘛希望台湾袂当搁有这款迫害人权的代志发生。遭受的那种苦难，咱袂使无记来纪念，这是第一个意义。另外意义可能就是讲，一个社会如果这社会若是唔知以前遭受的事情，
个社会佫发生这种代志。往后在台湾所有的台湾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的地方，都能够有这些标示，让所有全世界的人或者是全台湾人都能够看得到。经过促转会审定的不义遗址拢总有42笪，文化部表示，今年打算要完成全国10大不义遗址的标示示范。另外，再去行政院长陈建仁也伫英国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就是即卖行政院设标示，嘛希望转发一旦赶紧通过。行政院也正在积极推动制定不义遗址保存条例的专法，来透过保留住过往不义的历史痕迹，来彰显政府对于永不再犯的决心。陈建仁嘛强调，不义遗址的标示敢若是第一步，随来政府会协助中央地方各机关来活化各地的不义遗址，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要纪念228事件77周年，嘉义市228纪念馆对2月26开始，邀请正在受难的艺术家陈武定举办人权艺术创作展览，望透过这艺术品，要让人知影威权统治时期迄当阵人民受到压迫的故事。三克的翁仔一身一身徛伫画作的头前，这50外身代表政治受难者的翁仔当中，有2身较细，看起来亲像囡仔的翁仔。艺术家陈武定讲，这幅作品的背景就是捌看过有新的民主前辈因为政治受难封关，所以囡仔伫家内底出事大汉。看到这个遮的囡仔，大家嘛会感觉讲，虽然讲咱的处境无好，咱遭遇不好的事情，但是咱有若爱有勇气活咧，咱出去了，咱的囡仔有若是一支草一点路。228事件纪念基金会伫今年228事件77周年进前，伫嘉义市228纪念馆举办特展，邀请同款是政治受难者的人权艺术家陈武定来展览伊的作品。对台湾人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我感觉应该爱互囡仔知影。武定老师的作品嘛是真感动人，所以唔免讲足侪故事，囡仔直接来看，因都有感受。咱嘛希望讲会使咧嘉义办一个艺术的展览。在地艺术作品对咱的228的纪念活动产生更加深化跟多元的面向。陈武定表示，伫白色恐怖迄个年代，伊去互人关伫家2冬，虽然时间无讲介长，但是也是听到互人感动的故事。希望透过展览的木雕甲画作，互民众知影伫威权时代受难者的感受甲故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3度至15度，中部地区14度至22度，南部地区18度至26度，东部地区15度至22度。外岛地区10度至18度。感谢你收看这个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